观众朋友，今日个红毛帮收看福喜来，我阿明姑刘浩明。讲起槟榔，其实屏东县算是我哋全台湾省种槟榔的第一名。做起槟榔，我能讲强的啦，吼，其实算是我哋农业社会地位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的来源。有人讲吼，种一头，无论讲种一份的强的，可以叫一个生人的读书读到大学，甚至读到博士。但是也经验咯，因为强诶对我哋的身体，其實講唔係講規劃，嗰種我哋的政府其實用三步政策，哈，我哋唔鼓勵、唔補助嘛，希望我哋唔好種。嗰種我哋的強诶，其實也經驗睇，算是聽我哋的鄉下來講，越來越少。但是做馬嘅我哋的強诶，還是冇辦法去期待咯，因為強诶其實對人家我哋已經老化嘅農村來講嘅話，其實還算是一個幾方便嘅一個職務。你今日有請到我兩個來賓，其實係一個幾年輕嘅等嘅客家嘅後生嘅，伊哋利用幾特別嘅技術，把我哋算是檳榔籽，我哋強嘅地步嘅籽吼，去研地步去提煉出我哋嘅染料，做出我哋無窮嘅一個算是染布嘅技術。我哋今日有請到伊哋來到我哋現場，我同我哋分享講，伊哋當初做乜嘅愛做嘢嘅技術咧，伊哋開發，同時伊哋做出嚟成品有哪等？我哋馬上分享我哋來自內埔嘅王文洽來到我哋現場，文洽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內埔嘅文洽。然後同時有位先生我哋嘅王一凡，馬來到現場，一凡好。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內埔的王一凡。今日分享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吼，因為頭先我哋已經有講，其實對我哋客家種來講嘅話，吼，其實早期來講檳榔啦，我哋講搶嘅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經濟嘅來源。但是其實也經驗我哋蠻係希望講，因為講睇下有冇食檳榔啦，吼，因為對口腔癌嘛，吼，嗰時其實對身體唔會幾好。那一凡當時你怎麼會想要用檳榔籽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染劑的開發，甚至染布呢？其實一開始是因為我們從台北搬回到了內埔，然後我太太親戚都是種檳榔，那我們就發現到他們都說檳榔現在越來越差，就是剛剛孝明講到的，政府不鼓勵，不要再去做這些事情了。可是他們也老了，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那我們就思考說，那這些檳榔還有什麼用途嗎？難不成就放在那邊荒廢了嗎？那我們過去在台北其實是從國外買布回來自己做包包的，然後因為疫情不能出國買布，我們就在思考說，有沒有可能，既然我們去買別人染的布，會不會我們自己來去染？做成我們自己可以做的包包呢？所以那時候就想說，檳榔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染，這樣的一個出發點去思考這件事情的。但是問題係染布這件事情，是植物染這件事情，其實我哋貴早期都會做啊，包括我哋客家嘅藍染嘛，哈，客家嘅藍染，我都講我哋貴早期會運用洋蔥啦，甚至是什麼小葉欖仁啊，我記得全部都應該講陸行嘅全部大概有試過一遍嘅。可是貴特別的講，其實早期還是冇聽過有人會拿檳榔籽和檳榔引，好啊，你講檳榔引去種染布，那個時候你是怎麼發現檳榔籽是可以染布的？我們那時候就想說，檳榔不知道能不能染，可是我們也沒有染過，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去找資料。我們找了一些書籍的資料或網絡的資料，發現到台灣其實沒有人使用檳榔去染色的。那我們想說，那既然台灣沒有，那國外有沒有呢？那我們就找到日本去，發現到日本在300年以前江戶時代的時候就有從台灣進口檳榔去染色的記錄，甚至染出來一個和服最高級的黑色是檳榔紫黑，那個黑色是貴族跟武士才能使用的顏色。所以才發現到，哦，原來日本人其實早就用過這東西了，所以我們是可以去研究、去投入這件事情的。可是那個時候的文獻裡面有說他們是怎麼去提煉那個染劑的嗎？沒有的，他們只有寫說這是一個高級的顏色，然後是從台灣跟琉球，也就是現在的沖繩去進口檳榔去，因為日本本土是沒有的，所以只有這樣記錄而已。故說按你談空的等於講，其實你這個有得到一個資料，因為我講能提供歷史上有一件事情，等於講，但是對你人來講完全一點幫助都沒有嘛，等於就是你還是不知道說你要怎麼做。那你是怎麼開始第一步？開始第一步呢，是我們要先去申請一個補助的經費。我們那時候發現到客家委員會有一個客莊移居的計劃，我們就寫了一個案子，說我們希望回到內埔去研究檳榔籽染布這樣的事情，就沒想到它通過了。那通過之後，我們就必須得要做這件事情，所以就只能通過的好啊，從頭開始。那我們也去問了台灣一些植物老師，他們說我們也幫不上忙，因為檳榔我們也沒用過啊，頂多知道它有顏色，但是顏色怎麼走、怎麼變化不知道，所以我們只能從坊間，就像剛剛孝明講到，也許洋蔥或其他的植物怎麼去萃取顏色的方式，我們去使用，來去找到一個最適合檳榔的方法來去萃取顏色、去染色，然後了解它顏色怎麼變化，才能去記錄這所有實驗的過程。
刚才发一共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前后快3年的时间。一直到够第3年，你才会觉得说，哦，既然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它是可以提取比较稳定的一个萃取出比较稳定的量，染出比较稳定的布，是不是？因为如果只是要有颜色，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要让它可以稳定的重复染出来接近的颜色，可以做成商品使用，这就必须要不断的去实验，了解它到底哪些原因可以控制它。因为我们的一开始想法是希望可以让内埔甚至全台湾的槟榔是不是有机会这样的运用转化，而不是想着砍掉它去种别的这样的方法。是，然后其实砍掉它只有一个500块的槟榔心可以卖。好，对，真的有中国槟榔饮料底啦，因为那真是它的唯一的剩余价值了，就是砍掉之后大家觊觎的就是那个槟榔心，槟榔心可以去炒其他东西，然后那个槟榔就是走向它完全的人生的最后一段。它鬼都也干事情最重要的题，如果你都开有种槟榔吗？有啊，我阿爸记得有睇种槟榔。嘿，可是其實睇女僕嚟講法，還是幾當然種槟榔。嗰度。可是你依家一切路睇客家狀態嘅。係，細時節路係會同阿爸記得講下黑啊，鋪記得，嗰時路係講下食飯，講下鋪槟榔物嘅嘢。我反正有聽說過鋪槟榔。有聽說過，係啊，有啦。可是我們提講，其實當初我哋咧南部嘅算是強嘅行業，其實做過台。係過台，嗰當年我講下，差唔多每一年都會講下阿路對早晨開始，啊當初嘅時節路佢從北美路會做，睇嗰道飯菜啊，睇緊講下食，即係要下豬頭要開始。因為早期在我們南部來說的話，中強嗰件事情其實算是會賺錢的啦。記得嘅時間有一啲人以中強的名義數的錢啊，每天收的錢，我哋跟銀行啊是開運鈔車，去他們的檳榔園裡面，然後裡面有數鈔機，然後因為貼到嘅嘅條件用吼，唔敢送去銀行啊，嗰種銀行直接過來數。那對於一凡呢，你這樣子從台北下來內埔，這是你第一個參與的客家莊嗎？是的，因為在認識我太太之前，我根本跟客家人沒有接觸到的機會，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在台北長大，所以跟他回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發現到我打開了新世界，就跟我小時候成長的過程完全不一樣的發展。怎麼說呢？第一個就是每一逢年過節，全部的客家人都要回到他們的祖堂去對祖牌拜拜這件事情。以前都在電視上看到說什麼桃園五代同堂啊，早上要有一群人拜拜，然後下午再輪一群人，然後100、200人拜拜的時候，我不能理解是怎麼一回事。遇到他們家才知道，真的幾十人、上百人一起拜拜，這是一個想象不到的事情。可是你都卡喺祖堂在哪呀？都睇呢鋪啊。可是你的蔥牙是嘛安東有？萬要話辦嗰多年，嗰個嗰2年。黃山睇你本身佢太上嚟睇我哋呢桑樹村。桑樹村。哦，嗰種真係都不一定台北人吼，看到一個真是傳統的泰雅厝。係。哦，泰雅厝伊真是講公羊的蔥牙，冇咗瓜子的是嗰種大場面。對。那你那個時候感受到這樣子的，算是我們客家傳統的一種，不管是祭祖也好，或者是掃墓也好，這種大場面。自己我們覺得說，哦，你終於參與了台灣一個非常盛大的，也算是客家的一個家族。因為我覺得我是閩南人，所以其實我們小時候會一起回家去祭祖或過年，但是長大之後，我們的老家會拆掉，要分家，或者是大家蓋房子，或者是公媽各自去拜了，所以就會發現到那個小時候的美好的回憶就不見了。那我們其實也希望說，長大之後開始會想說，是不是還有親戚、還有家人可以這樣子互動、走訪，然後跟婉潔回到了內埔之後，發現到哇，我又找回來那種感覺，而且更盛大，甚至還不是只有拜拜，還有舞龍舞獅。對，我還沒想到，就是還會在客家村莊會看到過年有人來舞龍舞獅，然後會來有討紅包，會有這樣的過程。對，我覺得哇，好像又回到小時候那種很熱鬧的過節。沒有錯，而且是只有在課本裡面才會出現的場景，沒有對啊，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喺都市真的人台灣人根本冇看過，但是回到我哋今日嘅主題嚟講，因為頭先有講到，其實我哋嘛講，我哋咧算是強嘅嚟講嘅話，唔鼓勵嘛，好嘛，唔補助。但是對人來講嘅話，萬些看強嘅台嘅，你很容易看也被吃不到。我都講，因為其實我哋嘅政府嘛，佢提供轉做嘛，可可啦、咖啡啦，你用可以看一件事情。我覺得檳榔對我來講係個有溫度嘅一個植物，因為如果我頭頭講嘅，我等他家人要向下睇一個地方做一件事情啊，
食东西啊，所以冇乜嘅路喺睇嘅地方啊，他講你明日路，你可以聊天，啊，嗰度也係更加住在城市里面是比較少有的機會。可是我還沒等於講，其實也唔單止算是一個經濟作物，對你來說，它其實是一個情感作物。我覺得是情感大於它的經濟作物，所以時間唔會抵很多東西啦，嗰時候嘅感覺是不一樣的。因為雖然講，這馬伊看過我嗰度的植物染嘛，那從來也沒有人用檳榔紙、檳榔營養布來幹事情。但是因為馬某也做過啊，可是但是你們卻毅然決然就走上這條路，我也覺得。這個決定其實是很有趣的。當然，你剛剛說客委會的通過哈，就是你知道頭已經洗下去，要去做這件事情。但是我常常一直會覺得說，因為一件事情對貴東人來講的話，如果講有一條線路嘛，啊路冇一行啊，但是你一個行下一個行出一個事情。你們當時在台北，你說剛剛所提到就是說進口部來做包包，所以說你是做包包的那一位嗎？對，所以他是進口部的那位。我進口部，他進口部要做包包，對，我什麼都不會。然後後來把他拉進來，然後他就是出這些出張水的，去兜售的那個。對，做進口部位做包包做迄等於講伊更加染出的部位，拿來搞本去做包包，好，我的公司才一替個布染出來時間，唔感覺到這塊布會用誒。替塊布的時間其實。冇人好看，我捱唔掂去做乜嘅。乜都冇人好看，你用你的專業的角度來評判一下塊布係咪？如果嘅顏色不夠飽和，或者是不夠讓現在的人覺得舒服，它就雜雜的顏色，然後可能濁濁的，按你個色開，嗰時候你看唔出來也可以做乜嘅東西。嗰時候染出來替一款布的吼，我哋都完全因為講也色色咯吼，唔講。同時我哋嘅香港人可能唔可以接受，但是按樣樣咯，布染出來頭人冇去洗哩，一樣咯。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一段節目來自我哋屏東內埔嘅王萬超，還有一先生王一凡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伊當初係樣嘅把檳榔葉來做染料嘅。啊，種請一般一凡吼，因為頭先有講到講，其實嘛花3年，可能真是潛在的個問題呢一定染料嘛。那在這3年裡面有遇到困難嗎？有遇到困難。第一個困難是到底要怎麼樣去讓檳榔的顏色被萃取出來。其實怎麼把它打開來，這就是一個需要使用工具的地方。在打開來之後，裡面的果核怎麼把它敲碎、弄碎？其實我們試了很多工具，到最後才能變成像那麼粉、那麼碎的時候，去萃取染液才能夠比較好的萃取率。是要怎麼萃取它？能夠要萃取幾次或者多久的時間，這都要去記錄每個過程，才知道它的濃度有多高。對，然後再來就是怎麼染布，這些東西都是。一凡，你以前是學什麼的？圖書館管理。哦，所以要做這樣的化學實驗，也是要完完全全從頭開始。對，完全沒有相關。當初真的就是因為計劃過了，必須要做，就只能自己想辦法土法煉鋼。我哋真係感謝我哋啲行政人咧，客家啲人啲吼，真是本嚟也記吧，比方用我人強人吼，頭拿寫下嘢，你睇一直寫都走，係咪？所以說其實等於是說，那完完全全對你來說是一個專業之外的事情，完全沒碰過。你要從頭去學習，包括去如何去粉碎它、萃取，然後找出不同的一個配方，然後讓它去定。可是，那這樣子一個科學的方法，終於讓你知道說理科生是什麼樣子的情形了哈。對，真的很無聊，我只能說很無聊，因為都要做重複的動作，然後如果要改變一個地方，就要看它會出現什麼結果。那如果結果不一樣，要去看看到處到底什麼地方不同，所以要把這全部的過程記錄下來，你才有辦法變成一個可以SOP 這樣的方式。可是真是還花了3年，那真是清楚一個問題呢，一個設想係咪？花了3年才會找到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配方。對，好，咁這半年頭都我哋要講到講啊，一塊布會看到誒，哦吼，設想又唔講，好，然後又不飽滿，然後用人專業嘅眼光來看的話，又講也唔係台灣人話好食，那怎麼辦？退回。
叫老公重新弄。是的，对，我就是一直退回，一直退回，然后只要有杂色我就一直退回，反正我就是一直打枪他的那个人。问题是，你没有问他说，我是帮你家解决问题有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说这个布饱和度不够，这个布有染斑，我希望颜色每次染出来都会接近，这样子我去做配色的时候才会好使用。那我心里面 always 是说，没你来啊，对不对？你可以自己来试啊，对不对？讲那么简单，但是他如果不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把它变成像桌上看到这些商品的搭配，所以也必须说感谢他对我的要求。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要求很高的女人。对，但是至少以推表黑的手提炸啦，你今天要把这块布卖出去的话，一的公司嘛，我能讲啊，什么？我如果一的真正能买不一的能够手工坊做工坊。他拿到这块布的时候，他的要求就是这个样子。第一个，米皮落一层，至少要稳定。好，我唔可以讲100%应用，因为还手工啊嘛，你至少要稳定。然后天上面冇有也快板开嘛，因为也快板啊，一天挖很嘛。可是他的要求其实是消费者，甚至是我们所谓的工匠师的要求。对。可是对你来说，他至少还是老婆。你不可以这样子跟我说话，所以小孩都生了也不能不能说什么，只能继续做这样子。对，如果你真的就是对，但至少你完成了这个使命。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在思考我们到底要把它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植物染也有不同的做法。有的是用绑的方式，有的是纯色的方式。我们就会思考说，日本又染，台湾又染，我们想要走向什么方向？那我们既然一开始是希望可以把它变成颜色的搭配可以控制，那就必须走向日本这种达人工匠的精神，所以才花那么多时间做研究，去把这个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在这地方不同。要部分啊，唔多归清楚。你所谓的用日本的，就是比较倾向于日本人，是说你至少会要求到时候所有出来的每一匹布，它的颜色几乎是接近。是的，是的，因为日本他们最厉害就是对于颜色的控制，它可以把蓝染变成有22阶蓝，就是22种深浅不一的蓝色，你要哪个颜色的染我都可以染给你。那么当他做到这样的时候，他不管跟品牌合作、跟设计师合作，或跟各种的工艺合作的时候，他才可以做到不同的延伸跟应用。但反过来，我们台湾比较讲求是绑染，它会有花纹的变化。可是反而在颜色控制上，我们就没有花太多力气，所以这就变成说，台湾的蓝染会是比较偏工艺性质的，或是单品的一件式的。可是如果当想要量产，想要更多人去使用到它的时候，会发现到颜色不能控制，或染出来就会出现你刚刚讲的不接近，或者是有染斑的时候。那对于设计师来说，他就会说打枪不能用。冇错。刚我能讲过清楚的，今年我在前面排出来给米的好盘的上面的 set， 那上面的颜色其实你们花了多少时间才可以让那每一个颜色？我今天我是一个，也许是我这个工厂，或者是我是一个小作坊，我说我要这个颜色，那你就可以确定做出这样子的颜色出来。你们大概花了多久时间？你说整个研究的过程吗？对，3年。3年，然后我就可以推出。现在我就告诉你说，你现在所看到的颜色，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推出那个颜色出来。对，因为这3年我们在做的事情，除了刚刚讲的翠色、染色，最重要的是怎么样知道它有多少颜色的变化，我们把这些记录下来，然后再是颜色可以被重复染出来，然后甚至可以把它染得越大块，然后更均一的颜色的感觉，这就是我们要去做的部分。但是问题是讲，人家讲人家要染剂的部分、染剂的部分已经有嘛，但是问题是一边的天，每一块布的时间应该没用吧？有不同，因为其实植物染它必须要使用在天然的布料上，所以棉、麻、毛这些都是。那所以不同的布料染出来的颜色效果不同，所以我们要去记录这些不同的变化。佮人家讲，至少讲人家上面有7种色体嘅，佮对你来讲的话，係咪可以用嘅？可以用的其實唔止7種色，也喺外頭基本大家看，其實佢記錄嘅應該幾百種，400超過400色。嗰種400色，400種嘅色就可以，譬如講top 色。就可以染出同樣嘅布嘅出來。咁對你來講嘅話，等於講唔可以使用嘅布越多嘅。係，越多。咁對你這個亦算是工藝師來講嘅話，像要按東人嘅布嘅，唔用嚟去做嘢，就會算是冇咁嘅搭配咯。如係其實以前我哋都係出國去買布嘅嘛，啊，跟如喺嗰度
花色，然后很色彩的。啊，更加发如黑熊而用很纯色的搭配，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很挑战，要怎么搭配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然后可是又可以很耐看。俺的布没入发条，好，能够花样，好，我入色色。好，但是因为景干你出的是纯色，单色，对，所以说就变成讲你家那产品几乎就是用颜色的色块去做拼搭，那这样子对于你这设计不保温时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配色。对，色深后宽嘛，对，色深后宽嘛啊，然后怎么搭配比较好看？因为可能大家就觉得它只是纯色，可是事实上它还会分偏红、偏黄，这些就不一定暖色系或冷色系，所以它要怎么搭配，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挑战。就变成讲，因为你这个磨一般的发条没有花样去做选择了，然后因为以前有发条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选说，这个花样好不好看？对。但是你变成纯色的时间，就黑的柜台的挑战。因为我们就会直接看到那个颜色，对，那个颜色的感觉，以及那块布染的好不好？对，是的。好，真的就归它就会对，很像回到最简单，可是事实上它的简单的背后其实酝酿了很多。如直球对决啦，就是跟消费者直球对决，就真的都好呀什么？对，它已经没有花样这个东西去干扰你的，对，去吸引它的。我说说基本上的带来不保底波呀。我是所有的搭配迄样的选择出来呀。譬如讲，你做毛线这种色的主管色，做毛线安尼回色咯。应该迄讲佮做好的部位，我拿过来的时间我会先看，然后会分类色系，然后我自己设计包的时候，我才会去想说，我应该把哪一些颜色放在哪一个包型上面。因为不是像大家想的，好像不好看我就什么包包都可以做。不管它今天是素色的还是有花纹的，其实不见得适合所有的大小。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在设计上的时候会去比较要求的。可一般来讲的话，按你讲纯色的布类来讲，有特别适合的保险。我觉得没有，对，而且再加上因为我不是用坊间的版型，我都是自己设计开发，所以这一部分就有点偏向是我个人喜欢它呈现的感觉，我就直接拿来使用。等于你讲设计师自家的特色做版型，因为有时间如果我能看到，比如讲头头一般有讲到讲，其实日本的染布包跟欧美的染布包，它后来做出来的包型其实就不大相同。那有些人就说啊，那本来就是用个国家模用个文化嘛，但是其实有时间，这种染出来布的色，真正你做出欧美那个型就有一点怪，对。但是欧美的那个型，你说是做成日本的那种包的话，就会感觉上是有一点怪。不是说其实我从起后呢，我都发现个保险团跟色其实多少是一种搭配的问题。我记得后来你们成立了一个公司嘛，是不是？应该说品牌啦。那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成立一个品牌，一开始是用 iStudio Color， 这是做我们本来从国外进口布料的品牌包。那后来我们做槟榔紫染的时候，我们思考说，槟榔这个染色有没有可能成为台湾的代表的植物染的颜色？所以我们用那个台湾dye、台湾染这样的品牌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可以跟更多的设计师品牌合作，是未来的每一个包或每一个衣服，只要是使用槟榔紫染这样的染料，我们都可以有一个标给它，就像 Gore-Tex 一样，这个标在旁边是台湾dye，它代表就是用槟榔紫染出来的颜色。那我们越多人看到的东西，他就可以认同，他去消费跟购买，就像现在我们知道Team Taiwan是什么意思是一样的。古时以前来呢，真的差不多讲，唔知多少爱鼓励中还是唔鼓励中的咧槟榔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有一点好出路的。其实哈无汉跟这帮我哋咪嗰度精彩故事哦。访问过来福喜来嘅，所以节目来自我哋屏东女仆的文策，还有也欣赏一番嚟到现场同我哋分享讲，当初开发也布的时间都拄到问题，而且我从问一下文策话，因为其实也布会出来嘛，冇几问题的嘛，好，但是其实一般来讲嘅方案呢，希望讲要有一点按时呢，一点算是创作，唔算发明啦，因为其实以前有的是唔理念了很用，算是创作来讲嘅方案，你可以去参加比赛。
你对于参加比赛吗？有我哋2023年同2024年的时间有去参加日本的 Good Design 的比赛，嗰时间其实迄个客委会主委有来拜访我哋，我哋都同伊讲，我哋其实嗰想去参加比赛，不过去参加我个比赛要花几多钱，嗰所想佢同我哋帮忙一下安尼，我哋参加2摆，其实有摆冇得奖，不过我哋都睇上。也中央人睇上，其實冇得獎咩唔怕嘅。其實我哋自家啲我哋係做乜嘅？我想同檳榔嘢嘅東西本，他家人去認識，咩能識。所以我哋啲我哋係做乜嘅？啲佢嘅價值在哪裡？更加我哋如果想做好我哋更加可以做嘅事情，我哋都冇我想去參加比賽嘅。因為其實我哋提供日本嘅 Good Design Award 哈，而這個本身將上嘅一個設計都希望講，你可以去看到新嘅設計，哈，唔管係概念式的、社會型的設計，甚至是一種或者外形啦、功能性上面的。佢種頭都有講到嘛，佢其實嘛希望講，也為一個方面來講，話係咪同我哋嘅國內嘅像其他嘅算是檳榔園啊、長嘅園，然後一定可以做合作。你想講用嚟推廣我嗎？以往我哋都會有辦展覽啊，然後也會跑一些，之前也會去一些活動啊、市集，然後跟大家就是推廣我們在做的事情，然後讓大家去更了解檳榔視為植物這件事情的價值。唔係能食，嗰種他家人覺得食唔好，冇食的話，其實做其他的東西，佢應該還是有很高的價值。專做其他用途來講嘅話，其實嘛有幾多加成啦。唔係講，因為其實我們政府都唔鼓勵他家人生嘛。可是問題是我想問的，因為它變成一個重要的來源了嘛，原料來源，目前你們的收購狀況還好嗎？其實是蠻夠的，應該說我們現在才剛開始在推廣這件事情，所以需要的量還不夠多，所以我們其實是足夠用的，但是需要更多，是不是可以呢？其實是有的，因為全台灣目前有4萬公頃的檳榔園，這相當於台灣1%的國土面積。因為我們過去都會想着說，把檳榔樹砍掉，廢園轉做其他東西，可是要去種什麼，跟誰去種，這都是個問題。所以檳榔園其實短時間內不會馬上就消失掉，那我們才會跟政府說到說，如果可以把檳榔做這樣的轉化運用，它變成天然染料，甚至可以變成一個永續經營環保的價值，去推廣台灣在國際上這樣的一個概念的時候，其實是可以把這些檳榔直接做這樣的使用，產值就會更高的。這至少可以尋到下一個過好嘅能夠取代性的植物經濟作物之前啦，好，我覺得至少可以讓檳榔的加成唔單是講吃的有唔好，但是你至少有一啲方法可以變成一啲更有利用的一啲部分。但是個聽音問題就講，假如說今天我的檳榔農，檳榔農他願意跟你們做合作，那他是要把他的檳榔就是放到很熟嗎？對，不用再撒藥，不用再施肥，讓它自然成長掉落，然後撿那些地上的落果給我們就可以了。等於都唔是在多高價的成本，等於講，反正有時間我哋見可能我哋咧搶嘅人嗰度買係農業價，有時係鐵果嘅嘛割唔到，亦個最簡單嘅問題啦，因為樹葉唔夠呀，鐵果割唔到，有時真係比較容易落下，那落下。現在就是以前掉下來了就是浪費了，現在掉下來了還有價值，可能還有賣到錢哈。嗰種其實也對我哋呢未來來講嘅話，哈，給搶嘅農搶嘅人更加還真的還尋唔到最好嘅推理嘅一啲，成為以前的至少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其實你今日做開sản婦都係用亞硝鹽精染出來，係咪？是的。希望同我哋紹介一下咯。這個身上穿的西裝其實是我們染好的布，我們再請西裝師傅呢幫我們去量身定做，所以大家一開始都不相信，原來檳榔自染的布料做出來的西裝這麼耐看，這麼好漂亮。對，大家都以為這是哪個名牌的西裝，不是的，不是的，就是我們自己手染的布。那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是一個西裝師傅來跟我說，他其實都是高級定制的西服，都是用英國或意大利的羊毛品牌。可是台灣我們那麼熱的天氣並不適合羊毛，再來是台灣也沒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布料去使用的時候，是不是染料是一個可以去使用的方法？
所以他希望我可以用棉麻的布料去染在槟榔紫的这个颜色，让它做成西服，所以才有这件衣服的诞生。但是我有个问题，如果很多天然染的衣服，会有这种色会褪色的问题？其实没有的，褪色一般我们其实是针对化学染本身，对，就是我们想象中把衣服放进去水里面，那个水都是颜色，这叫做褪色。那是化学染定色没有定好，没有加定色剂。可是植物染不会有褪色的状况，它叫做颜色的转化，它就是会有一种颜色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我刚染好布料的时候，会有些杂色在上面。那你每天摩擦使用水洗或太阳紫外线照射之后，杂色会脱落。那么留在布料上就是天然植物的颜色，就越用明度会提高，越来越亮。到了2年左右，它最漂亮的时候呢，它开始会发生什么事情？跟人一样会衰老。它就会慢慢的变淡下来，但是没有颜色哦，所以大家会说植物染是一个颜色的变化的过程，是活的颜色。哦，嗰种糖后来其实也没褪色，也还得是一种讲正常的一种色彩的变化，其实就等于就刚刚你所说的嘛，其实每一个人都会从小时候到青春期到成年到慢慢的走，其实我还发现感觉一两三幅有暗的变化嘛，还表示讲这件衣服是活的，对，好，它不是一个死掉的衣服，就是说即使你100年后它还是亮洁如新，那才觉得很可怕，对不对？它等于就是说。它真的会随着岁月而有改变，然后同时你也会知道说，当你穿这件衣服，它的颜色越接近老年的颜色的时候，那底一样啥做回归旧哎。哦，故事其实呀，算是植物染里面的一个算是非常特色的一种现象嘛。对对。那对于未来呢？未来有什么想法？未来我们的想法当然是希望可以让台湾更多人认识槟榔自染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既然吃可能是不健康，可是我们如果把它拿来做其他的用途，去染色穿在身上，其实这是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永续。而且我们在做推广的事情是让老人家可以有事情做。其实现在老人家他不想要去上课，他不想要坐在那边只领老人的年金，他希望的事情是我能不能还有发展性，我有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们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到田里面去捡这些槟榔给我们，我们会跟你买，我就有赚到钱。如果你不能下田去，你可以帮我们打开来，你可以赚工钱，就享受我们家庭代工一样。更重要的是，当他做完这件事情，发现到竟然染出来的布是这个颜色的时候，他们发现到原来我做事情是有意义的，是有成就感。更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可以跟更多的学校合作。像我们曾经有小学来找我们合作，希望我们跟学校的学生做演讲。我就问老师说，为什么要找我去演讲？因为这是屏东的国小，他就说屏东其实在推乡土教材，我们会带小朋友去认识很多屏东的特产，香蕉田、凤梨田跟泰国虾的虾池。可是他们学校很困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校是被槟榔田包围的，可是不知道怎么用一个好的方式介绍槟榔给小朋友认识。当他看到我们在使用槟榔染色这样的新闻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一个正面教材，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去介绍这件事情。那我们也会思考说，是不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从小用不同的方式去认识槟榔，或认识在地的乡土的时候，其实会更知道以后长大怎么样去运用这些事情，然后有这个根在留在这个地方的感觉。其实安尼真的规划，因为其实你看，譬如讲以前提供其实忘里处席啊件事情，凤梨丝这件事情，其实贵州起路有人在做，但是还有以另外的大量的人工的一种丝织品的出现哈，纺织品的出现，可是忘里处席啊件事情，因为太费工了，都没人做了。但是你看今年。应该讲，2017年啊，等到奥运的那个代表的时候，他们就把凤梨丝做成的那个织品，就放在衣服上面。其实虽然说面积不大，好，但是至少都可以被为讲了。以前我接下的凤梨丝，买的那凤梨头，其实可以就像以前的古老其实也要可以出席出来，甚至可以用某用的设计做某样的东西。那对一个设计师，甚至是一个工艺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用一块布，用一块布的同时，用一推广啊，你希望其他的同业用一块布的。因为我以前都会做包包，不算我那样地做包包。如果其他人一听嗰哩好，佢用嚟做衫褲，像我根本做嘅褲嘅咩係，有兩褲咩係人家同我等用，我等樣咩布會做嘅。所以我覺得喺台灣有很多設計人才。
然后就希望他们把这个槟榔孜然应用到不同的产业上面，做衣服、做包包，或者是寝具用品，然后这些让我们的身体更亲肤的东西，然后不要有环境污染这样。可是讲，搿种经验我哋啊讲出去，你讲适合台湾，代表台湾的一条布料，我除了讲我哋头讲槟榔是做出的布来讲，其实我认为槟榔营养块布的，其实真的可以代表我哋人家生态技术，然后所做出来一种产品。一凡呢？从一个图书馆管理系到现在走到这一步来，这一路上你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安排。以前我其实不太喜欢图书馆管理，因为你要背分类法、图书分类法，你要去看一本书怎么去分类，然后去记录所有的东西。但我觉得它对我的帮助是你的思考会更有逻辑，会有分类性，然后更多的是我会希望把一切都把它编好，就像是我们会做色票一样。其实这些色票的记录，其实反过来讲，我同学看到说你是在做图书卡片分类吧，这样的方式，所以还是有帮助的，因为你会去思考连接很多东西，你会去思考它那个东西属于什么类，这是什么类，那我还可以找什么东西去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图书馆管理很重要的事情是去找资料的能力，所以我怎么样找到这些日本的文献或这些资料，其实就是比大家更厉害一点的地方。冇错。可是佢係我今日嘅節目觀眾朋友，我發現到講，其實我哋人強人歸到我哋鄉村以後，一定要用無強嘅技術，把新嘅想法帶入我哋農村地區，可能要解決到都係我哋鄉村地區久久冇辦法解決嘅事情。今日我感謝兩位來到我現場分享安多精彩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喎，都聽下啲時常來強下運動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